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寶馬嘅一啲常見故障。呢部先至4年嘅 X3，響行駛嘅過程當中，突然間水溫爆標，跪低咗，要拖車入嚟我哋車行。喺同車主溝通嘅過程當中，其實我哋已經估咗90%部車係出現咗邊個機件嘅故障㗎啦。呢款 B48嘅發動機，呢個電子節溫器同埋呢個機油隔座，就係漏水嘅一個通病。嗱，你睇一睇，呢啲就係長時間滲漏嘅一啲痕跡嚟㗎啦。呢個電子節溫器滲漏嘅點就喺呢度啦。點解佢咁容易出現一個漏水嘅情況呢？因為佢嘅發動機工作溫度喺110度左緊，屬於非常之高溫嘅一個工作狀態。而呢啲機件又係啲塑膠件嚟嘅，所以就好容易令到佢加快老化啦。同埋喺維修嘅過程當中呢，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關鍵點，一定要加翻佢寶馬嘅專用冷卻液，同埋搭配蒸餾水去使用。點解要咁樣做呢？我哋評論區討論下。呢台車加冷卻液呢，我哋係選擇用抽真空嘅方式嚟加冷卻液，咁樣呢可以避免咗冷卻系統入邊殘留有空氣排唔乾淨空氣，導致水溫高。呢台車個排空方法呢係比較麻煩嘅，比較難排嘅。抽真空呢就可以免去呢個步驟。經過我哋向系統加壓半個鐘以上，壓力表都唔會往下跌，周圍睇唔到有漏水嘅痕跡，證明今次維修漏水嘅問題已經完全得到解決。而家部車搞掂咗啦，水溫回復正常。俾個溫馨提示俾廣大嘅寶馬車友，如果你部車超咗4年，或者行駛超過10萬公里，喺保養嘅過程中要多啲留意佢嘅水系部件有冇異常，有冇滲漏，避免開下嘅過程中響路上跪低咗。我哋中山寶德有專業嘅技術團隊，一類嘅維修資質。如果你台愛車都想揾我哋詳細咁做個 body check， 歡迎隨時過嚟揾我哋。OK， 記得關注我哋中山寶德哦。